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2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警方侦办大甲妈事件抢救风波有造成警察受伤这个案，是约谈通缉党的营务主委吴金虎，甲伊的看守李家伟。早暗检方复审了后，认定这2个人涉嫌犯刑法妨害公务，所以分别以20万甲15万交保。穿红衫的查甫人，也个穿青衫的查某，是通缉党营务主委吴金虎，甲伊的看守李家辉。因为大甲妈廖警冲突被传唤，但是2个人无报道，11号检察官具体告案。经过审问，认为2个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嫌重大，有令李家辉20万交保，吴金虎15万交保。伫吹到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抓到一标3 OK 卡，暗时想要伫咧彰化市永安路接驾，结果统一党的成员甲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造成3位警察受伤。张安乐不满伊互人抢控抢救，开记者会澄清。今天说用组织犯罪，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重点，这件事不叫抢教冲突，这叫背信争义。虽然张安乐澄清伊毋是抢救，但讲内政部长徐国勇听警察执法，讲抢救会互神明听解。用抢教的方式，马祖绝对不会保佑你的。马祖要你不要摸教，你非要摸不可，那怎么会保佑你呢？你都违反了神明的指示。彰化县长王惠美也伫咧慰问受伤的警察时阵，强调未用准暴力。对于这个暴力，我们绝对是予以谴责的。那我想大甲妈每年呢来这个绕境的一个部分，也希望我们公庙都能够自治哦。彰化地检署讲，对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力分子会严格查办，维护警察的尊严，也已经传唤张安乐到案说明。12下昼若是无来，会强制具体。但是张安乐讲，因为律师时间的关系，将会12暗6点半才会到彰化地检署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39个本土病例，新北市有145例上济，台北市有100例，双北就占超过一半。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即嘛公布轻症患者踮厝内照护的原则，会由医生透过网络看诊、开药再个由药师送药去处理，也是亲戚朋友提起药局领拢会使。厝内若做有聚会长辈无方便出外领慢性病连续出风签，社区药师会当斗相共甲药送去厝的。未来新冠确诊居家照护期间，原来会由药师送药到厝。疫情指挥中心11公布确诊者居家照护医疗原则，由医师远距离看诊、开处方签，再由药师送药到厝，包含镜头治疗甲慢性病药物，不过无包含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药师调剂咨询送药到府，那当然是由药师来送。好，那远距的平台以往就有一些本来就有远距医疗的平台在。好，这种多元的方案，好是由各个医院来进行，那地方政府也可以去规划。明天呢，4月12号的上午呢，我们也会召开紧急会议，全国紧急会议，该如何设立各地在送药到宅给居隔民众的一个标准流程。指挥中心表示，看国内社区传播风险升悬，已经向辉瑞药厂采购70万人份口服抗病毒药物，其中35万人份伫今年第2季前到货，提供有重症风险的轻中度患者使用。不过，不是所有的感染者拢需要。如果染疫的话，如果本身没有慢性病的话，是不需要再额外去服用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来进行这个重症的预防。本土疫情持续扩大，又搁新增加一个重症个案，是本土籍30多岁女性，本身无慢性病史，捌做过一剂疫苗，使用瑞德西韦的治疗，目前病况稳定。呼吸有一点喘，比较喘，但胸部 X 光没有明显的肺炎，那已经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氧气鼻管，没有住进加护病房。本土个案11新增加439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400例。疫情扩大到全台湾18县市，其中以新北市145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100例，基隆市36例，高雄市32例，通市是25例。但市长表示，世界疫情看起来是长滴长好，不过本土疫情是不是已经到高峰，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这波本土疫情，新北市的病例数逐天拢是全国上济，所以新北市即马要大声开始，互轻症的患者点出来照护。根据新北市卫生局的估计，应该有60成的患者拢下资格，拢会当留踮厝内，唔免去病院。你目前的情况还好吗？专职医师透过 iCare 线顶系统参加2者来对谈了解状况。新北市大声推动居家照护计划，自即马开始，较真正爱照3顿填健康表，有定号做观察，互60个岁以下免洗药剂嘛无大巴肚的无症状，也是轻症个案来通伫厝内居家照护。就事论事，新北市是一个大台北生活的医疗量能圈里面。那新北市面对这个就是要快速调整步伐，所以新北市一定先办先做。那中央我也希望中央赶快在各县市也赶快做，因为你边境一开放，或是现在的疫情，你要做最坏的打算。侯友宜表示，未来新北市接到确诊者，会先互这间专职病院做线顶评估，以病情分流。那居家照护者，卖开电子处方签，每盒药师工会、社区药局将药仔送到厝里，以通讯方式指导患者用药仔。那病情有转变，卖随时处理，防医疗紧绷。按照目前的分流，大部分大概4成会去医院，6成会到集中检疫中心。所以呢，我们预估将来最起码大概有6成会再载。那至于会不会再提升，我们会看中央的指引。侯友宜表示 ，Omicron 感染愈惊人，但是确诊个案99%拢是轻症。这款方式通保留医疗资源，予中重症患者，避免医疗系统绑起，嘛予确诊者通得到适合的照护。记者伫布林曲凯新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屏东昨昏新增加10个确定病例，其中有6例甲天上真间小食店有关系。那这间小食店即马已经互县府要求停业。另外，台中当时东兴国小附设幼儿园这个案，佮传出去8例。市府即马赶紧去设前进指挥所，针对600个老师、学生甲家长做体检。东兴国小附设的幼儿园门口伫咧消毒。台中市府10月伫咧学校设立前进指挥所，看局处96个人进驻。因为初三有一位6岁幼儿园的查某囡仔确诊了，10月疫情搁再扩大。东市区总共7位学生就医家长确诊，范围包括3间学校。卫生局对600位师生家长做体检。东兴国小，包括妇幼，包括东市国小，以及新家家幼儿园的老师跟学生、教职员工、家长，通通会通知进行筛检。我们也希望附近的民众都来筛。台中市议员徐志昌的助理采检确诊，总共确认8个人。徐志昌本人 PCR 采检是阴性。市议会宣布，这个会期会当用现场甲实习2种方式开会。也那婚姻关10月是新增加4例确诊，其中2例是邮局确诊员工的家人，受过家庭关注事件。苗栗县新增加的2例确诊年纪更较小，分别是8个月也个1岁4个月囡仔，拢是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一例呢是为8个月的男婴，另外1例是1岁4个月的女童，两岸的 CT 值呢都还没有出来，皆为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的一个个案。已经呢收治在我们的医院。屏东的蜜蜂小食部阁出现4例群聚，天上人间小食部也因为阁再增加6例确诊病例是群聚感染，互县府勒令停业。要复业也必须得到主管单位的同意，同时呢，必须回归到商业登记法里面的营业项目，不得有人陪侍。真侪民众到县府潘明安的 FB 反映，叫伊唔通阁再办大型活动。今个安尼落去，屏东的确诊数会变做全国上悬。我们在是否因为这样来停办做活动？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防疫优先，但才能让生活如常。县府回应讲，所有的防疫拢是遵照中央的规范，办活动也是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讲的新台湾模式，和生活照常。记者综合报道。上北的疫情严重，这几天出来做预防针的人嘛明显变多。台北火车头的注射站透早就有人排队。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要做预防针的人，即马逐天拢有在增加，所以后礼拜开始会加派卡手。
摕小黄卡排队量体温等入场注疫苗。伫台北车站的疫苗注射站，下晡1点才开始注，透早就已经有民众来报到。原来是因为前一天无注到，搁再来排队。我昨天就有来了，结果满了，所以我今天要上班嘛，就反正都要上班，出门就一起就出来。要打第1剂。所以也会蛮担心，说家人催你嘛。对。疫情严重，附近侪人赶紧来注。台北市政府统计，清明年假结束了后，注射人数逐天拢有增加。以台北车站注射站做例，4月初人437个人来注，隔天破500；4月初9 828人来注，4月初10千外人来注。因应这届遮侪人来注，台北市政府决定后礼拜继续增加疫苗注射量的量能。最近的这个打气有回来，所以我们也要因应这个需求。那下一周我们包括预约有准备了大概6万7左右，那再加上医院可以提供的大概2万1左右，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将近有9万。根据疾管署统计，65岁至74岁长辈新冠疫苗第1剂注射率就破8%，第2剂8%，对加成将近7%。75岁以上的长辈第1剂、第2剂注射率拢较无8%，对加成5%。医师呼吁，长辈疫苗注射率也是要继续提升。不过感染了后，中重症发生率是5%至6%，感染的人愈来愈多，青壮年人嘛是要注意。不只是老年人，那有些年轻人可能他比较肥胖，或者说他有一些潜在的慢性病，这些都有可能会变成说转中症、重症的一个案例。指挥中心讲，新冠肺炎重症是指带入去加护病房，还是已经产生呼吸困难这个严重症头。重症是包括新冠肺炎，氧气浓度达到95%以下的中度医疗需求。统计国内今年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中，累计已经有13例重症，2个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各地温暖小热，大部分都是侪云到好天，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咱做回来看温度。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咱台湾透东南风，各地拢是温暖小热的天气。伫遮方面的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的山区嘛有短暂阵雨。伫温度的方面，西半部日时高温有31度至33度，东半部高温是28度至29度。中昼的时日头会较猛，若早暗的天气会较凉，日时暗时的温差有10度。另外，嘛要提醒乡亲，明仔暗到拜四天气有变化，方面会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会变高，落雨范围会变宽，北台湾嘛会转凉。若拜五到后礼拜一会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爱到礼拜日水汽才会较减少。若已经形成的2个风台，看起来是未来咱台湾对咱的天气嘛无明显的影响。来关心经济统计，目前咱全台湾已经有223间学校有停课的状况。目前停课的规定是一间学校内底有2个班，有学生囡仔确诊，全学校拢停课。不过台北大学共有3个学生囡仔确诊，煞恢复实体上课，引起争议。教育部是解释讲，因为内底有2个学生是咧休清明年假的时期画到的，因拢无伫学校活动，所以才会决定讲恢复上课。既然已经有3个人确诊，考量到学生的安全，实施远距教学。校方可能是考到期中考，刚好卡在这一周。台北大学生秀出恢复实体上课通知书，批评学校疏忽调变风险。台北大学累计3人确诊，依规定全校需要停课10天，也毋过学校却以校内无活动卡者为由，就公告在1恢复实体上课，引起学生的不满。期中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学生的安全远比分数上面的计算来的重要吧？学生的话呢，大概都是在别的县市的哈，并没有到校园里面的。嘉义市甲北国小停课期间进行校内环境清消，在伊阁增加1名学生确诊，目前累计4名学生，1名学生家庭朋友确诊，学校停课到18。另外，建国中学1名学生确诊，目前1个班级甲1个社团停课到4月18。小朋友没有打疫苗，我是觉得严格一点，像他们抵抗力好或不好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安全为上啊。
根据教育部统计，9月7日，全台受疫情影响，部分班级停课，也是全校停课。幼儿园33间，国小83间，甲28间的国中，32间高中职。另外有47间大专校院，合计18个县市223间校园。不排除也会继续升悬。行政院也认为，机关学校停班课应该统一标准，才袂互学生家长毋知要安怎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跟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本土疫情相对下校去，目前已经有超过200间学校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家长即马是怨叹讲，较袂着就停课，有咧食头路的家长就要去安排安怎要顾囡仔。根据了解，教育部即马甲疫情指挥中心有咧讨论要放宽规定，有可能会对即马有2个人较近就要停课，改做全学校有1/3的班出现确定病例才停课，放宽真济。来看联合报。咱国内疫情咧炭烧，快筛试剂需求量嘛增加。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昨昏有开记者会，质疑咱国内快筛试剂无俗是真贵，一支要300通块，这是南韩、新加坡、欧洲国家的3倍，要求公平会要介入调查。来看中国时报。即阵中国上海、昆山拢继续咧封城，嘛影响到咱台湾厂商的供应链。台北股市昨昏嘛因为安尼落盘，新台票对美金钱嘛变薄，创下1冬半以来的新低，是落到29.05块换1块美金，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来关心，为着要简化疫调减轻人力，指挥官陈时中即马是呼吁大家去抓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一款软体，把这软体放伫手机内底，这软体会当记录讲你甲谁接触过，取代扫实联制。严格效果若要好，就要有够侪人咧用，安尼才有意义。所以中央即马嘛希望讲，咱全台湾上无爱有1200万人咧用。啊，毋过一寡老人甲囡仔其实拢无手机啊，要安怎？所以有医生是建议讲，实联制嘛爱保留2款双头进行。伫回假日过到了后，台北的西门町也是有真侪来踅街的人阵。虽然民众也是有挂喙暗、食洗手、扫实联制，不过即马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数增加，都惊接触者采检的速度袂赴期。即马只要点开台湾社交距离 App， 唔免注册，嘛唔免传任何资料，只要透过蓝牙的侦测，就会当知影即马敢有甲确诊者有接触。我下载之后又删掉，为什么？好像没有用。实联制它需要一点时间去扫描，会拖累整个动线。我觉得这还蛮有用的。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敢若有600万人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指挥官陈时中希望讲，下载的人会当甲1200万人次，希望会当取代实联制，也有公布行踪等人力的成本，而且控制疫情同款有效果。不过大部分的集会人可能较袂晓用手机啊，也若细汉囡仔嘛也袂有手机啊，都惊考虑的时阵会闹交去。我都不会用手机，还是得留下来吧，因为我不会用。这个数字当然是不是足够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想在疫调的时候呢，利用这个资料来帮我们做疫调那所以原则上最好是每个人都下载啦，那不然的话，其实到时候这个资料就会不完整。医师认为讲，至少少年人拢爱下载这个 App， 虽然老岁仔人甲囡仔因行线的行踪相对是较单纯。不过，针对部分的民众，也是有资讯侦查的问题，政府应该要有相关配套的规划，或者是保留书面签名填资料，甲实联制这几个方式做伙继续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3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8040例。中国病例伫 WTO 病例数是超过94万例，日本超过700万例，韩国是超过15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700万例。来关心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原本是安排要来亚洲访问，结果却传出伊确诊。拄则伊伫网络有发表文章，是表示伊即马验病毒已经是验出阴性的啊，今仔日会解除隔离。
佩洛西原本是按算4月初8要去日本访问，伫4月初10的时，原本是按算要来咱伫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43周年即天来台湾访问。不过伊伫出发之前，伫4月初7团主已经话着，在延后即段亚洲访问的行程。经过治疗，佩洛西伫网络顶头发表上新的文章，伊表示讲，伊即马已经好利啊，病毒采检是阴性的，4月12日伫今仔日就会解除隔离。也毋过，伊无讲来亚洲访问这个行程，线路要安怎安排。镜头来法国的总统大选第一轮的结果出来呀，因为无人摕到超过50%的选票，所以即马阁爱有第2轮。现任的总统马克宏甲极右派的马林勒庞4月24阁爱拼第2轮。Présidentielle 2022 sont Emmanuel Macron 28,5% des voix, suivi de Marine Le Pen 24,2% des voix。初10暗时总统大选第一回合，出口民调预测的结果一个公开。马克宏的支持者伫巴黎竞选总部，是欢喜甲伫咧摇国旗庆祝。不过马克宏上台甲大家说多谢的时阵，语气是真沉重，讲大家唔通欢喜伤早，结果也未出来。Durant les 15 jours à venir, ne ménageons aucun effort car rien n'est fait. Soyons humbles, déterminés. Allons convaincre chacune et chacun. Le 24 avril prochain,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une nouvelle époque française et européenne. Le 24 avril,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e l'espoir. Le 24 avril, nous pouvons faire le choix de la France et de l'Europe ensemble. 过20个年假就要到啊，加上春天天气有较好，今年的投票率比2002年搁较悬，有甲75%，甲顶一届选举来比。马克宏的得票率增加3.6%，因若搁一届威胁到伊选调总统的对手，也就是国民联盟的领袖马林勒庞是增加2.9%。不过顶一届敢若有9个候选人，这届是有12个人。马克宏伫1个月进前，因为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选情是有较领先。伫顾问公司麦肯锡得出10年没落企业税买贷了后，是受到真大的冲击。加上乌克兰布查定传出屠杀的代志，互马克宏进前几啊届甲普丁的沟通，怎变做是白了工，而且真无民主。因勒庞受学着进前的教师，大大减少反伊斯兰的言论，甲重点放伫咧经济甲民生，创下极右派第3届拍入第2轮投票的纪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即马是表示，俄罗斯已经转向乌东顿巴斯展开新的攻击。若伫国际上，即马有一寡国家拢介入停火，协调停火。奥地利的总理就专工去俄罗斯，甲俄罗斯的总统普廷见面。双方讲煞了后，伊所对外表示，伊感觉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无啥乐观。若美国甲印度嘛有举办线顶的会谈，印度的总理莫迪即马是呼吁俄罗斯甲乌克兰双边的领导人两边头人直接对话。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一段俄罗斯的战车伫咧马里波的路被摧毁的影片，不过无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国际媒体无法度确定日期、地点甲影片是真的也假。乌克兰11讲，俄罗斯已经对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展开上新的攻势。总统泽伦斯基伫咧对南韩国会发表视讯演讲时阵，要求南韩提供武器，讲被卫星的马里坡可能已经有几万人死亡。Маріуполь зруйнований. Там десятки тисяч загиблих. Але навіть попри це, росіяни не зупиняють наступальну операцію. Вони хочуть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Маріуполь був показово знищеним містом. 即天也传出马里波的海军陆战队讲，火条报告所落来拍的可能是最后一节。不过副市长奥勒夫讲这是假消息。乌克兰军方目前依然继续抵抗。西方官员讲，所落来这段日子对乌克兰真重要，因为俄军正伫咧重整部署。国际社会也有一寡领导人伫咧中了解，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就是战争以来第一位甲俄罗斯总统普廷见面的欧洲领导人。伊10月去莫斯科，讲这场会晤唔是友好，过程直接、公开也真困难。Generell keinen optimistischen Eindruck, den ich Ihnen mitbringen kann von diesem Gespräch mit Präsident Putin. Die Offensive wird offensichtlich massiv vorbereitet. 一直拢避免批评俄罗斯的印度，10月伫咧美印线上峰会，因为立场甲美国无同，互美国施加压力，希望伊徛共平。मैंने न सिर्फ शांति की अपील की, बल्कि मैंने
राष्ट्रपति पुतिन को यूक्रेन के राष्ट्रपति के साथ सीधी बातचीत का सुझाव भी रखा।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close consultation on how to manage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this Russian war. 美国已經講無願意看到印度增加進口俄羅斯的能源，也唔會因為安尼生就會硬線。印度伫咧頂禮拜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暫停俄羅斯會籍案到棄權票，並且繼續伫咧買俄羅斯的石油加武器。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俄羅斯軍隊撤離烏克蘭的首都基輔了後，即馬有一寡烏克蘭人已經返去基輔啊。市區的路閣出現塞車的狀況。市區即馬嘛當看到民眾出門散步、去教堂、去咖啡廳，行路一寡店頭嘛已經恢復做生意。看到大包小包塞到行李箱，看到衝突。俄軍撤離一禮拜了後，基輔客運站開始出現返回首都的旅客。Заскучила за Києвом, за домом. Вже тут вдома, тут буде спокійніше, значить. І хочу бути рядом з родителями. 雖然基輔政府警告俄軍可能也會發動攻勢，民眾暫時唔通返鄉，也不過部分居民猶原想要回來。到了客運站，市區往來布查定加伊爾平的道路也出現難得的大塞車，15公里的路程，即馬要開5點鐘。Та ми плануємо хвилин 15 і все вже будемо вдома. Ви оптимісти, як бачу. Звісно, тільки так, з гумором та надією. 道南的趕着轉來，留佇首都的想要去街仔行行。基輔的公園步道、長椅仔、遊樂園已經會當看到散步休困，甚至行騎哩的民眾。就算市區內猶原不時響起空襲警報，也無拍歹因的興趣。也閣有佇另外一邊教堂開門迎接信徒。市中心閣較有咖啡館佇戶外擺椅仔桌仔做起生意。Звичайно, насправді я вперше з початку війни знаходжусь тут у кафе. 雖然也是煩惱其他地區的戰況，也毋過基輔人總算有短暫平靜的時間，首都開始恢復活力。東部的哈爾科夫受農民登記到會當講攏無人的莊仔甲農場。Як то кажуть, на цих бомбьошках бігали, вони ж ось стояли 300 метрів від нас. На них стріляють, ми чуємо, вони стріляють, ми чуємо. Вони дуже часто п'яні були, вони по нас стріляли. 這座農場進前互俄軍嚴重破壞，承托也互影響慘死。農民轉來，除了中建也因為村規高壓，要趕緊準備報警，接袂了後無收成，互欠糧的狀況變得更加嚴重。公司新聞邱婉玲編譯。北歐的國家冰島，互人俄羅斯全世界治安上好、上安全的國家，這毋是空嘴報紙凊彩講講的爾。因為過去20天，冰島敢若有4個人互槍擊死亡。不過最近這一天，惡島幫派開始唱秋，犯罪案件有變濟趨勢，治安嘛變甲無啥好。讓前加提盾牌的警隊正伫咧雷克雅維克進行打擊犯罪演練，犯罪率正低，教育加福利制度攏正完善的冰島，自2008年以來就一直兩擺伫咧世界和平指數的第1名。伫咧過去20年來，只敢若4個人被槍擊死亡。當地居民雖然有槍，不過攏是摕來拍蠟。所以去年2月，一個查甫人伫咧家己厝門口，互人亂槍拍死。所以頂定這個敢若375000人的小國家，警方講甲幫派有關。Criminal groups in Iceland are becoming more organized. They have more ties to international groups than what we've seen before, which may be a challenge for our police force. 在過去1年，冰島發生過4件槍擊案，不過冰島的警察無配槍，恐驚無法度應付這種案件。即馬若拄到持有武器的案件，當局攏會指派有配槍、前防彈架的特警隊來支援。一般的警察也有可能會配電擊棒。We see indicators that maybe people are less hesitant inside this criminal world of ours to use weapons. We see more increase in knives than regarding firearms. So. 另外，當局也希望透過對問題青少年的矯正感化，讓因袂去行歹路。And if we would have intervened very well there, then we could possibly have prevented that they were ending up in this situation. 專家講，雖然冰島關心幫派犯罪問題，不過整體來講，冰島也是一個犯罪率正低的國家。公司新聞詹惠敏編輯。
今日国际上也个什么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转向拍乌克兰的东部，双方嘛继续咧讲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就表示，袂因为有咧和谈就停止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那乌克兰的检察总长是对外表示，俄罗斯犯下战争罪已经超过5800件。来关心中国疫情今嘛咧滚价，东西区的上海传出一间养老院，内底有大批社会人患病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报讲，上无有20个人死亡，也毋过有员工是对外表示，那死亡的人数可能有500人。来关心煤气风台扫向菲律宾，造成菲律宾的东部、南部出现灾情，水崩山做大水，上无有造成29个人死亡。东部一大土石流嘛挖出22个遗体，目前阁传出有6个人失踪，目前也咧找找，也咧救人。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顶一啦，咱总统蔡英文则因为要甲较近的亲人做伙食饭，甲大也咧封口咧居家隔离。昨昏是传出行政院毛书记去较近，所以行政院的副院长辛英珍，也个副秘书长何佩珊，拢有甲有接触过，所以即马嘛封口咧爱居家隔离。防体温、手做消毒，定位真认真，检查每一个要入去行政院的人，防疫敢有做好势。因为车站行政院一个司机，家己去病院做采检了后确诊，行政院扩大做采检，佫发现另外2个司机嘛确诊。密切的接触者，也佫包括副院长辛英珍，甲副秘书长何培山，加在2个人 PCR 拢是阴性，目前拢无症状，居家隔离当中。行政院甲台北市政府当地就这个军事案局度扩大做疫调。而这2位首长的随扈、办公室同仁以及院内其他驾驶跟清消人员共35人，也都是阴性。院长今天上午也到医院进行 PCR， 为阴性，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正常上班。除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做快筛是阴性，总统府嘛表示，副总统赖清德因为要甲台中市议员施志昌共台了后，传出施志昌的助理确诊，赖清德做快筛结果是阴性。另外，因为接触确诊者的亲人，伫居家隔离当中的总统蔡英文，目前身体是无问题。不过，中央的机关小连续传出确诊，国内去围着的人数嘛持续在增加。台北市长郭文哲烦恼讲，过2个月才会达到这波疫情的高峰，感染的人数会阁增加。我们东亚其他周边国家看起来要达到 peak， 大概要2个月。韩国疫苗覆盖率这么高，你知道吗？竟然现在还有29.6% 的总人口感染，我们台湾到现在我看还不到1%，我们也不要太乐观了，因为我们也没有理由会比韩国或其他新加坡更厉害。居家照护不是台北市的最优先的顺位。我们的最优先顺位当然是放在专责防疫旅馆。台北市政府强调讲，会成立防疫专责旅馆，处理目前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目前有1300间，会增加到2000间，而且佫会持续来做增加。若是真正袂堪哩，才会转做是居家照护。今日台北市11新增加本土病例100例，大部分是伫个5、6场所甲校园群聚。另外，新北市是新增加145例，是全国11新增加确诊人数上界侪县市。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有一群人半暝半塞车去台北主治病院挂急诊的，却因为无挂喙暗，互保全挡落来。结果内底有一个啉烧酒醉的查甫人，却对保全甲医护人员起骹动手。即马受害者已经拍算被提出告诉。新北市政府嘛谴责这桩暴力事件，嘛表示会强化病院也有医护人员的安全。口罩多少钱？没有卖，这边没有卖。没有卖是不是？刚才用轮椅扫着街后到急诊室门口，同齐去的朋友不满封控挂喙暗火气大声发休。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听到保全大声回应，对方情绪失控，直接冲过去，无搁站伫急诊室外口拍起来。医护人员走出来斗相共，不过对方只冷静几秒钟，佮爆发第2波冲突，医护也安尼受伤。冲突无多收煞，一路拍入病院内底，警员接到报案，遂出动警力到场压制。对方直接呛说：“那你再给我嘛！”然后就直接赶上来了那样，然后就过去帮忙，他也让我开这样子，然后警卫大哥就直接挂开。
这件医疗暴力发生伫11透早2点外，两对阿某一人腰疼，开车到台北主治病院急诊室就医，因为无过喙暗，互保全扣劝了后，受气一棍就没过去。男名医护人员想要阻止冲突，也弄甲规身拢是伤。我们身为这个医护同仁，其实守护生命就是我们的本分事哈。那针对这样子的医疗暴力事件呢，那对于之后的一些司法程序呢，医院都会来协助同仁来进行。失控行为造成保全面手几个所在乌青受伤，目前医护也对2名脑髓查甫人提告。除了涉犯医疗法加伤害罪嫌，警方更加怀疑其中一个人是啉酒开车到病院，酒精酒测达到1.02。徐姓男子有酒驾之情事，警方同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2名男子未戴口罩部分呢，依规定通报主管机关裁处。医疗暴力事件不时发生，为107年到109年当年拢超过100件，甚至伫107年也外18件。即马国内本土疫情还未转好，佫因为口腔挂喙暗引爆冲突。新北市府针对暴力行为严厉谴责，也表示会强化病院甲医护安全，保障医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台北市议员即马是亚讲，台北市政府甲民众卡起1999的录音，提供合作语音辨识技术的厂商来使用，因是惊讲一寡个人资料的外泄。市府是回应讲，这是为着要发展技术，互处理侦情更较有效率，因为有公共性，所以并无违法。一般来讲，交通运输、粪扫污染、甲噪音污染等等的问题，台北市民拢会当卡1999专线来侦情。毋过民众可能毋知影，家己卡1999侦情了后，这个语音还佫有可能会提供予市府以外第三方的单位。台北市议员苗圃甲指出，台北市府无经过民众的同意，就甲录音档提供予第三方的厂商做 AI 语音辨识甲分析。市府表示，这是法定的职权，毋过苗圃甲认为讲代志并毋是安尼。把这个语音机器人辨识训练好，或者是说，它其实也不包括说。要能够把民众的录音做分析，那所以如果这样可以解释为法定职权，那很抱歉，以后所有市民交给市府的个资都可以用同样的模式提供给第三方外部的厂商。苗圃甲表示，语音录音牵涉到声音音频的辨识，甲咱人的手指模啊，甲目睭的轻毛等等，才会当辨识出啥物人算是个资的生物特征有类似的性质。就算是甲人名的个资甲查起来，嘛无法度像市府讲的，真正去识别化才交予厂商。而且根据合约的资料，分析的智慧财产权的成果算是厂商的。厂商若是乌白滥竄使用，嘛袂妨裁罚。公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去做一个1999的语音辨识合作案，是符合个资保护法第16条第2款及第5款，也符合第8条第2款及第9条第2项的一个免告知范围。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个市民会当摕来做音频辨识的录音档，交予厂商来做分析。苗圃啊要求爱暂停试办，而且设定退出的机制。也那资讯局针对这点回应讲，专案的内容是要找出民众声音档内底上届史上会出现的事类，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音档做分析。市府讲这件代志会针对各自的部分再做评估，也有对契约的内容做检讨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更新，因为物价一直起钱变薄，高铁即马运价的基本汇率嘛已经有对咧调悬。民众即马就较烦恼讲，安尼刷倒来高铁的车票敢会对咧起价？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是表态讲，伊希望无起，不过伊嘛讲，这爱尊重高铁董事会决定。另外，伫去年分出去的公里券限期用到4月底，即个月底，交通部已经正式宣布讲，未甲使用期限延长。国内疫情相关，不少民众拢暂时取消已经规划好的出去佚佗行程。不过观光局配合进行5月券的购入券，4月底都未到期，都有立委建议因应疫情应该延长使用期限，让民众唔通赶伫这个月出去佚佗。你叫要4月底啊全部用完，是不是鼓励大家出去旅游、出去消费、出去群聚？4月30我们截止以后，可能会剩下一些钱哈，这个钱会转到鼓励特色团友，因为我们觉得剩下的钱也不多，但是旅行社是一个龙头哈，它可以带动下面的食宿游购型。根据统计，购入券到4月初7为止，使用率是56%。
交通部确定4月底会截止使用，别个延长。剩的款项会来补助旅行社组团组特色旅游，和团客来带动食宿游购，维持国内观光热度。另外，针对高铁运价4年来头一摆调起，交通部强调，这是由物价指数公式推算。票价今日起由高铁董事会进行讨论。身为上大的股东的交通部是希望暂缓调票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年100个全国新兴奖的运动会，今年会伫台中举办，比赛项目计共有11项。选手专注认真比蛋怪，这项拍运的正式项目，今年头摆踏入新状运。这个质感本来就是针对比较重产的选手，比如讲，F50甲 F32脑麻的选手，因为这两项的这两项的重产的选手，伊的迄个质不人一般拢3项，因敢若1项尔。那国际比赛敢若这个质感尔，啊，阮一直要甲引入咱的国内这个比赛吼，咱国内其他这较重产的这选手嘛有机会通参与。这届新状运计共有11项竞赛性的比赛，加5项联谊性的活动。国际赛竞赛项目嘛是比赛重点，包括选手报道、裁判等等的相关规定，拢参考国际赛标准，和选手适应比赛节奏。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运动局沟通说，声音障碍国民运动会它其实是我们国内最高层级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所有的比赛都是要跟国际接轨，让选手就可以在全国声音障碍国民运动会能够有像是在比国际赛事的这种规格来进行。新状运是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上悬顶级的比赛，有侪拍运、拍运、听障奥运等等的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今年因为疫情无开放观众入场，但是头摆有电视加网络的转播。4月12日是比赛上尾天，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看比赛，做回替选手加油。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中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花金菇的季节个到位啊！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生态保育得真好，有上万只花金菇，而且伫休困时啊，阁有安排志工来解说花金菇的生态。想要看花金菇的民众，即阵会当开始安排行程啊！花金菇闪闪烁烁，伫山顶飞来飞去，看起来真水。每一冬的4月中，就是花金菇的季节。伫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中华关农会经营了袂歹，生态保育完整，今年花金菇的数量暗算有30万只。在我们的水资源的一个保育，还有我们生态的一个保育，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富裕萤火虫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花金菇是环境指标通摊，因为东势林场有卖我200甲的土地拢无喷农药。对保育花金菇有帮助，是台中看花金菇真受欢迎的所在。假日阁有专业的导览志工，带大家做伙了解花金菇的生态。一般来讲呢，公的萤火虫它有2节的发光器，一闪一闪，非常的漂亮。母的呢，它是只有1节的发光器，它飞得比较低那当它们在求偶的时候呢，那个数量呢，实在是非常的壮观。东势林场的工作人员大力甲落卡落，准备精彩的表演。一个花金菇的季节就要来了，民众会使把握4、5月啊，去一撮东势林场，就有机会看到规山坪水解的花金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东港大只渔船啊，过去因为渔港的港喙水无够深，拢爱踅去高雄港靠岸。即马中央有开3亿去深水码头。即马呢20只以上1000吨的渔船啊，同齐来拢无问题。未来渔会讲按算阁要争取冷冻场的资源，希望互老渔港有新生命。大船日港是屏东东港琉球渔民久年来愿望。过去因为杨波港喙水上浅的所在，敢若3米深，渔会就要对高雄卸掉才运到转来。那费时海产若无青，就真败价。如今清水码头关港，1,800吨以上的大只渔船，就会当直接驶入东港，顺利挖花。那因为大型运搬船第一次进来，整个卸渔过程都是算顺利的。陆陆续续目前都有一些专载船他们都有意思说想要直接回来我们东港母港这边卸货。那但是就是说，在未来我们目前的渔市场的设备啊，显然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中央投3亿来建设，如今清水码头一届20只1000吨以上的船来靠都无问题。
未来渔会阁拍算争取2款设备，包括水花送电、渔船水管补给等等。互渔船停靠的时阵，关引擎较免芳，改善空气品质，期待互这个旧渔港转型长骨，阁行出新路。那在我们整个生鲜鱼市场这个部分呢，未来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整建。那在整建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增加离岸的岸水岸电设施，在盐埔渔港这边做一个冷链系统，那也可以确保说在后续运送过程，它也都是安全新鲜的。那好，渔会会当直接入来东港海产更加青，嘛爱冷冻设备搁再提升。渔会表示，日后会搁整合鱼市甲冷冻场的资源，要刺激市场的交易，增加就业机会。帮打造出生产滚销兼观光旅游的现代化渔港。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南北韩的局势。早至4月7日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职10周年。金正恩是金氏政权第3代的领导人，伊伫任内主心试射飞弹，也有试验核子武器，甚至伫顶礼拜佮向界改革代表日韩经济合作的李冠甲拆掉，态度愈来愈硬，这嘛互南北韩即阵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北韩7日召开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领导人金正恩的新相片，纪念伊执政伫即天届满10年，学了伊的领导加强化核武军事力量的名声。 국가핵무력완성이 역사적 대업을 끝끝내 실현하셨습니다. 金正恩2012年12月伫个爸爸金正日过身了后上台，还当年4月当选朝鲜劳动党第1书记，正式成为金氏政权第3代领导者。迄个时阵刚27岁，伊上任了后真侪届解散党内高层。2016年，互人推选做党委员长，去年1月成为党的总书记，一步一步坚固权力。金正恩伫任内修宪，明确表明北韩是核武国家，加速开发核武加导弹对抗美国。伊伫任内10年已经进行上100届导弹飞弹试射，进行4届核子试验，比伊的爸爸金正日在位17年，导弹试射16届，核试2届，这个纪录更较济。去年1月，佮宣布包括研发新武器在内5年防卫计划。今年以来，北韩每个月拢进行试射。4月15拄到金正恩伊阿公金日成110岁的名诞，这是北韩重要的节日。 佮拄到10年一届的扩大庆祝，专家认为最近会佮试射可能性真悬。另外一方面，南韩当局证实，北韩当日听到金刚山旅游地区，南韩投资的漂浮旅馆海金宫对这代志表达遗憾，佮要求立刻停止。 금강산 관광은 남북 협력을 상징하는 사업임에도 불구하고 북한이 해금강 호텔을 일방적으로 해체하고 있는 것은 상호 존중과 협의에 입각한 남북 공동 노력의 취지에 명백히 반하는 행위입니다. 1990年代两韩密切接触期间，南韩捌伫金刚山度假村投资一寡建设。原名西港漂浮饭店的海金宫饭店都是其中之一。金正恩2019年视察的时阵，认为这个韩资设施伤老旧，下令拍掉。铁路工作因为疫情迁延2年，最近卫星画面显示工程已经伫进行。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 这阵是3C的时代，全世界当年嘛拢会制造超过5300万吨的电子粪扫，其中呢，电路板内底其实有真侪有价值的金属。英国做金八局就上准这电路板，即摆有成立专门的回收厂，准备要摕这的电路板来提炼黄金。 用特殊的化学处理过程，英国皇家镀钡局已经有法度自废弃的电路板提出纯度99.99%的黄金。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technology and others is the chemical formula selectively pulls out the gold and just the gold, and that is what makes this revolutionary. 金甲银导电性拢正好，会甲其他的贵金属最近摕来做电路板甲其他仪体，其中手机啊、电脑上电量看到，为着摆好废弃的电路板顶头的黄金被浪费，有1000多年历史的英国皇家镀钡局甲加拿大新创公司合作，研发出特殊的化学程式，会当提炼黄金。 The gold is extracted to 99% of it to a level of 99.99% purity, and then that The board continues its journey. 皇家镀钡局3月底会伫英国的南威尔斯起世界第一间专门回收废弃电路板的工厂，按算2020年开始营运，一年会当处理4680吨的废弃电路板，提炼出几600公斤的黄金再利用。It's a new market,
And that's almost one of the interesting challenges we have is getting this across to consumers that something that's being repurposed from waste and saved from going into the byproducts going to landfill surely has a greater value than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a mine. 聯合國所發布嘅全球電子垃圾監測報告，全世界一年製造出5300萬噸嘅電子垃圾，其中只敢若無到20%被回收再利用。若是無針對電子垃圾進行解決方案，到2030年，每年產生嘅電子垃圾會到7400萬噸。公司新聞金婉瓊編譯。天氣報道在，接下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溫度上加20度，上懸有31度。中部溫度上加是20度，上懸31度。南部溫度上加20度，上懸33度。東部溫度上加21度，上懸29度。外島嘅溫度上加16度，上懸有27度。連續會關心未來3天嘅天氣。感謝鄉親收看，祝您平安順心，明仔再起9點，咱再會。